礼德后书第1章第13到21节。我又踮伫即个布病时，点请恁，互恁会记得，我拍算是应该。家己知影，遐我布病的时阵到了。照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也应允，互恁踮伫我过身的了后，不时会记得这个事。因为阮平素，互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权能，甲伊的降临，毋是用机卡无影这个话，就是亲目看见伊的大威严。因为伊对爸上帝得到尊贵荣光，迄时对极大的荣光有即号声，教伫伊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即个声对天出，阮甲伊伫圣山的时听见。咱阁有先知的话，互咱会阁较坚固。人对伊遮会是好，亲像灯照伫黑暗，照伫天光，迄明星出现伫恁的心的时，第一，着先知。既然圣经中先知的话，毋通是趁司机的意思来开帖，因为袂有先知的话对人的意思出，就是对上帝来的人，互圣神感动来讲。有一句话安尼讲：鸟仔若要死，伊咧哀叫，也非常的悲哀；人若要死，伊所讲的话也非常的良善。我想即句话不只有意思，当一个人面对家己死亡的时阵，会将伊所认为重要的代志、有价值的代志，来交代伊所相信的人，也伊所疼惜的人。咱伫台湾受教育，的确拢捌听过即个孙中山先生所讲伊的遗言，伊安尼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伫台湾受过教育的人，大概你拢会晓过即句话。有人认为讲李登辉先生伊最后的遗言是伫即届，伊公开露面，然后对着人所讲的话，伊讲：打台湾一交互恁。李登辉先生的查某囝李安妮讲：我的老爸想要讲，总是袂赴讲出来。的最后一句话是安尼：台湾的民主着爱搁较深化，台湾的人民着搁爱较团结。我相信，无论是孙中山先生，也是李登辉先生，因所讲人生最后一句话，对着咱关心台湾的未来所有的人，无论是台湾本岛，也是咱伫海外的台湾人，拢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咱来读圣经，咱会通注意到，伫圣经中间有袂少属灵的伟人，当因离开世间的时阵，因嘛讲一寡重要的话，譬如讲，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伫西奈山领受10条诫，佮将律法传予以色列百姓的摩西，伫伊要死之前，伊所讲的话，伊讲：当我今仔日对恁干净一切话，恁着藏伫恁的心内，也着照教示恁的子孙，照安尼来接受律法所讲一切话，因为这对着恁来讲，毋是空的事，这是恁的活命。恁因为遵守律法，会通互恁伫地面上的日子得到长久。除了摩西以外，出名的约书亚，伊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当伊要离开世间之前，伊有缘对着以色列百姓留下下面的话，伊爱这以色列百姓，恁着慎重来做信仰的选择。伊讲：当今仔日，恁着敬恁所要服侍的。恁是要服侍恁伫大河迄边遐的神明，也是恁要服侍伫即个所在徛起阿摩利人的上帝。若是我，
教着我的家，阮决断一项事，就是阮决断服侍耶和华。就新约圣经中间介出名的一个语言，就是保罗先生所讲的。保罗先生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已经感受到伊离开世间的时间已经到，所以伊对着当初时伊遮的信徒安尼讲，伊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尽跑走的路障，我已经守所信的道，打以后。有公义的绵羊为我备办下咧，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所赏赐互我的，毋也是要赏赐互我，也要赏赐见那翕无伊显现的人。保罗先生相信，咱若较无上帝的显现，咱若较无耶稣基督的显现，咱拢会通甲伊共款，有一天会通得到公义的绵羊。当然今仔日咱。宴席长老为着咱所读的经文，这嘛是一段语言。这段的语言是使徒彼得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所讲的话。彼得已经有预感，伊应该离开世间啦。搁我的主，我对着彼得讲：你少年的时阵，你用大家己下，家己拔，你照着你心所爱，世界行游。总是当你老的时阵，你就知，你爱伸手。然后别人要别你，到伫你所无爱去的所在。耶稣安尼讲是预言彼得有一天伊爱顺道来死。那彼得已经感受到伊应该要准备离开世间，所以伊要趁伊还阁活着的时阵，对着当初时遮的兄弟姊妹交代重要的代志，要提醒因，也要鼓励因。彼得第一句话就讲：当我的布棚要拆毁了。拆我布棚的时间已经到，是安那？伊要用布棚，因为早前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咧流浪，因用布棚做因临时徛起的所在，所以以色列人因的文化中间，因用布棚来比喻人的身体，因认为人的身体就敢若亲像人伫即个世间寄居的时阵暂时得所徛起的所在。当咱人生的旅途到一个终点，咱即个布棚就无需要了。同款，死亡就是咱人生旅途的结束。当死亡临到时阵，咱现主时即个属伫地面上的身躯嘛无需要。当一个人还活着，伊还阁徛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伊是踮伫即个布棚内底，踮伫即个身躯内底。总是当伊死的时阵，伊就要脱离现主时的身躯，也是脱离即个布棚。上到伫地面上的布棚，天顶有一个永远徛起的所在。上帝对着信伊的人有一个应允，这个应允来讲，对咱来每一个人拢非常要紧。人会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当伊地面上的布棚若被拆散的时阵，伊会通进入到伫上帝为着伊所备办永久徛起的所在。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安尼讲，因为阮知。阮伫地面上的布棚的厝，若毁坏，就有对上帝所起造，毋是人的手所起造的厝，是永远伫天里的。因为阮踮伫即个布棚内面被脱开，不止翕幕对伫天里的厝，亲像衫穿塌落去，若得着穿，就毋免拆身肉体。因为阮踮即个布棚咧脱开咧掉磨，毋是爱脱去，是爱穿拍落去。到伫迄个会死的，要互生命互我吞落去。今仔日为着阮备办的即个就是上帝，伊也要用伊的神，就是圣神，做一个鼎来赏赐互咱。保罗先生即句话不只要紧，因为咧甲咱讲，咱的身躯亲像啥物货？亲像布棚。即个布棚会枯去，即个布棚会破去，即个布棚会歹去，即个布棚有一天会朽烂。总是有神的人毋免烦恼，因为主为着咱备办一个国外身体，是永远徛起的所在，伊袂朽烂，也袂败坏。保罗先生即句话，甲彼得拄则所讲的类似，就是对因的信仰中间，伊将咱的身躯比如成做即个布棚。彼得知影家己念母也要离开即个世间，
所以伊用即句话讲我要去世，也是讲我要离开世间的时间已经到。那注意看即个字，甲伫当初时出埃及，即个出埃及是共一个字。我即个彼得伊伫即个所在，伊想到伫路加福音书第9章31节所记载即个故事。当初时耶稣带领伊到伫山顶变魔，摩西甲以利亚甲耶稣同齐咧讨论一项代志，就是讨论耶稣要安怎离开即个世间。所以耶稣离开即个世间所用的即个字，就是出埃及。换一句话讲，伫即个圣经的信仰中间，摩西甲即个以利亚甲着耶稣共同的任务，就是耶稣要离开即个世间，要死伫十字架顶，上时要对死过活，就敢若亲像过一届的出埃及。拄拄亲像上帝互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伫埃及做人的奴才、做人的奴隶、受人的捆绑、受人的欺压即种的情形，带领因来离开埃及，进入到伫应允地。若是耶稣的死，耶稣对死过活，就是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来脱离罪的捆绑，来脱离即个有罪的世间，会通进入到伫上帝为着因所备办新的天、新的地。如果若是安尼，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阵，离开世间，毋是一件通惊也是绝望的代志。对着一个信的人，咱知第二世进前，伊会通搁一届对上帝所予伊的应允来回想伊一生所行过的路，为着伊所领受济济恩典来献上感谢。上时较要紧的，伊会通为着迄个要临到伫伊的生命中间搁较大的恩典来献上感谢，欢欢喜喜来迎接即个日子。伊毋是无需要别人为着伊要离开即个世间来安慰伊，反倒转伊会趁着最后一个机会，勉励还佫活伫即个世间的人。彼得知有一天，伊甲所有的信徒拢会离开即个世间，伊也知耶稣基督的确要佫再来迎接因，所以伊要好好趁伫还要离开世间之前，甲这信徒做一个好好的交代，交代因，恁着用信心听候耶稣基督佫再来。彼得要离开世间所讲的话，毋是无关紧要才会用的话，毋是凭空作造才会虚空的话，伊是通过耶稣基督要互咱会通得救的话语。上帝捌应允基督要来，基督果然照着时间临到的时阵，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成做咱人的形体，要拯救既然有形体、有身躯的人，要担当因的罪，上时要救因脱离罪恶。但上帝的救恩毋是甲安尼，上帝的救恩有继续、有完整，就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毋是一届伊来要拯救咱世间人，伊还佫一届要来要审判活人甲死人，上时要照着伊予咱的应允，赏赐咱公义的免刑。当彼得提起到伫伊要离开即个世间的时阵，用即个布棚来成做一个比喻，即互伊家己回想伫一生中间。伊生命中间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伊捌教着伊的谈判约翰甲雅各，跟对耶稣到一个山顶，伫山顶伫个所在咧灵修。伫即个山顶，耶稣形状来变貌，上时还佫有摩西甲以利亚出现，甲耶稣同齐讲话。彼得看到即款的景色，非常的惊，也非常的欢喜。伊就安尼讲：主啊，即个所在足好的。我要伫即个所在搭3个布棚，一个互你，一个互摩西，互一个互以利亚。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成做人的款式，伊是取奴仆卑微的形象，总是伊的本质上犹原是上帝的圣子，所以伫适当的时阵，伊会彰显伊的形象，来显明伊的本质，互人真正认捌伊。但山顶变貌即个事，就是咧显明耶稣基督伊生成的生命。照着圣经的描写，当初时山上变貌的时阵，耶稣的面光显显，亲像日头；上时伊的衫白，亲像光。除了这个形象的变貌以外，天顶阁有声音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天父上帝宣告一项事：这个取了人的形状，取了奴仆卑微的形状的耶稣，是伊所听的囝。天父上帝毋仅是欢喜对天顶来承认伊的尊贵甲荣耀，
伊也爱地面上的证人承认耶稣的尊贵甲荣耀，来听探伊的话。彼得、雅各甲约翰，因为亲目睭捌看见耶稣基督变貌的形象，也亲耳孔听起对天顶来所讲即款的话，所以伫因的生命中间，因深深知影这事。耶稣讲，伊要搁再来，伊的确要伫荣耀中间搁再来。这个预言的确成全，因为这个预言毋是根据虚空飘摇这种的行为甲传说，是根据因亲身去经验到伫山顶耶稣变貌所显出圣洁的生命，以及因所听到对上帝来对着因所做的一款的宣告。但这个事件对着彼得来讲非常要紧。彼得搁一摆，当伊要离开世间的时阵，想起到这样代志。所以，伊讲这个是要来坚固信徒的信心，伊也要来反驳当初时有一寡这个假教师，引用一寡技巧无影这的话来否认耶稣基督要搁再来这款的应允。因讲上帝国袂搁再来咯。彼得要对这个人讲，这所讲的是虚空的话，这个虚空技巧无影这的话是指遐无有根据。人编造出来的行为甲传说的故事，咱知无论是伫希腊、伫罗马、伫中国、伫这文化中间，拢有这个诸神甲英雄的故事，用来解说这个世界的起源甲万物的起源，总是这虚构的行为甲传说故事，听起来非常好听，总是最后是引人进入到一个虚空的世界。可惜就是伫教会中间有一寡人，有一寡信徒，因爱听这。因无爱听端正的教示，因的虚空上爱听侪侪只的虚空无影车的话，因就要来离开这个真理，所以因的信仰伫这个所在浮浮摇摇。这个假先知、假师傅，伫每一个时代拢捌出现。耶稣伫登山宝训就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伊讲恁着谨慎来提防假先知，因要上群里，外面是羊羔，总是内面是凶恶的豺狼。保罗嘛提醒所有这个信徒安尼讲，我知当我离开恁了后，要有凶恶的豺狼进入到伫恁中间，伊无要烧羊群，搁伊要对恁中间有人要讲逆理的话，所以你得爱提防因，毋通落入因的圈套。愈到伫末世时阵，当人即个灵性的状况愈来愈昏暗的时阵，假先知、假教授愈来愈侪。用错误的教示引带人偏离这个正道。伫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咱知有一个牧师，伊的名叫做 Jeremiah Johnson。这牧师伫美国的灵文界内底不只有名，伊常常发出一寡政治性的预言。伊捌预言2016年川普会当选总统，果然迄一当川普当选。搁来4年了后，伊搁预言讲川普会当伫2020年搁一届来当选。当这时毋也是伊安尼做一款的预言，袂少灵文派才会所谓才会先知，因拢做一款的预言，总是即个预言证明是失败。一人讥笑因是假先知，有一篇文章非常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伊讲，太有遮尔济所谓的先知对着川普的预言拢毋对。当这位Jonathan， 伊公开为着这样代志来做道歉，为着这样代志来敬接来祈祷，然后伊伫上帝面前忏悔，然后伊公开忏悔时阵，伊安尼讲，上帝通过这样代志，互我学习谦卑。不过，伊讲，互我感觉较惊吓的代志是安尼，我为着这样代志悔改来忏悔，总是我所遭遇到这个反对，比起因为我讲毋着预言的反对搁较侪，甚至有人因为我安尼忏悔，因讲要爱我的命。有一个吉普赛的女孩，伊行到一个12路口，伊毋知影是要往正边，还是往倒边，还是进前。所以，伊就对伊的落地仔内底下一个银角啊，然后往顶悬即个ฮ็起，然后用手甲伊伸起来，然后伊看了后，伊搁ฮ็第二届，
然后佫迄第三届，迄第三届了后，伊就决定正面来行。边有一个人看了，感觉真好奇，讲伊啥要做即个动作，伊就甲伊问讲：啊，你啥要迄即个银角啊去顶面？伊讲：我想要知影即个银角互我的语言，只是到底我倒一边行，较是好，较是对。然后迄人佫甲伊问讲：啊，你啥爱迄三届？伊讲：因为前2届拢毋是我要爱。一个信徒就拄亲像即个吉普赛女孩同款，因要相信语言，是要相信因所要爱的语言，因所要听的语言。若是所要听、所要爱，这语言毋是照着因心所要爱的，因就袂接受。咱来知影一项事，圣经内面所讲的语言，毋是要预测未来安怎，搁较毋是要预测选举的结果是安怎。圣经内面所有语言，焦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互人的心会通真正归向基督，也通过归向基督来归向上帝。但彼得将这个幕后所要发生的代志，毋是关联伫遮的怪卡、遮的技巧、无影遮的虚言，是关联伫山顶变貌，然后显明伊的荣耀，佮照着伊家己所讲的话，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伫山上变貌，耶稣基督十字架会离开世间。甲着上帝国的来临有密切的关联。耶稣已经清清楚楚甲先讲，我是甲恁讲，徛起伫即个所在的人，有人还未担着死灭进前，就要看见上帝国大大的临到，大有快乐。山上变貌，拄拄所彰显出来即个荣耀，拄拄是咧印证上帝国临到伫世间的一个时刻。当耶稣山上变貌的事件凸显出这事。就是旧约内面所讲的语言，甲着新约中间密切的关联。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以利亚所代表的是先知，这是整个的旧约。旧约这两个重要代表，因甲耶稣同齐做伙，因共同来见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代志。这是上帝为着人所拯救的一个重要的计划。耶稣基督伊也讲：我来毋是要毁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甲先知。当咱看彼得、约翰、甲着雅各，因为因看见耶稣伫山上变貌的代志，这款的经验，所以对着因一生的影响非常的大。雅各落尾伊成做第一个顺道的使徒。约翰互人流亡到伫巴摩岛伫个所在来写启示录。若是彼得伊本身到伫落尾是伫罗马城来顺道，因知影因的受苦。总是因知，这个苦难是因一生中间荣耀一部分。因知影，因若欢喜为着耶稣基督受苦，因有一天就甲耶稣基督同齐享受荣耀，因为因亲目睭看见耶稣基督彰显的荣耀。彼得因为亲身经验着耶稣伫山上变貌，所以愈确信耶稣基督福音是康信的。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搁活。毋是遮个怪卡、遮个虚假的历史的传说，也是遮个神话故事，是上帝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所要行拯救的计划。通过旧约的先知济济解的预言，一再预言，然后到伫耶稣的日，迄个时阵来实现。所以彼得伫这个所在继续来讲，除了我甲恁讲我分享我伫亲身经验伫山顶变貌的代志以外，恁也爱注意一项事。伊讲，咱阁有先知的话，会阁较互咱得到坚固。恁对即个是好的，亲像灯照伫黑暗，到伫天光启明星出现的时，圣经内面所讲的预言，是指直接互圣神所感动、所领受上帝的话，将伊讲出来。这个话有的是关于未来，这个话有的无拄拄关于未来，总是这个话有一个核心，这个话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彼得看见耶稣伫山上变貌，这是伊人生宝贵的经验，所以这主观的经验非常要紧。总是伊知影，这个经验甲着正先知伫旧约内面所讲着耶稣基督预言，无有违格，通好讲是一致。所以伊强调，恁知影我甲恁分享这个，但是恁若会通去读旧约内面这个正先知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的时阵，那安尼伫恁的生命内面会通发生光。恁敢若徛起伫黑暗的世界中间，总是恁读先知的预言，会敢若亲像一帕灯发出光来照恁。
互恁随往活伫即个黑暗的世界中间，总是抑阁有光来引带恁，互恁伫黑暗中无地教来迷路。上帝的救恩对旧约到伫新约是一致的。先知的预言会通帮助咱，更较知影耶稣基督是上帝拯救的一个计划。我个是毋捌讲即句话不只有意思，伊讲新约就是显明的旧约，旧约就是稳重的新约。新约甲旧约中间，会通互咱真实来看到因中间的联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鼓舞所有这信徒伫圣经中间来敲找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上时着注意认真来明白这个预言真正意义。那安尼就通愈较相信、愈较确信耶稣基督伊要搁再来即款的应允。当伫黑暗中若有一帕灯，会通帮助咱，非常的宝贵。总是咱的信仰袂通干那停留伫黑暗中，袂通干那停留伫暗暝。咱得爱听候天光，咱信仰的心神靠着灯的光，会通渡过黑暗。总是只有等到伫天光，看到启明星出现的时阵，咱的心才会通真正得到真实的满足。天光，这是预表现今的世界教会时代到伫落尾又完做一个结束。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暝的确会过，日的确会近。当启明星出现，就是要指耶稣基督搁再来赢制伊的信徒的这个事。伫这个汉文圣经，咱是用诚心，台语咱是家翻做启明星，有的所在家翻做天光早的星。伫约伯记已经讲到这个天光早的星，当上帝创造大地的时阵，遐个天顶早的天光早的星，三角咧欢喜，上帝的正囝也出欢喜的声。除了约伯记以外，伫启示录内底几啊解讲起到伫启明星，佮我的主，伊伫最后启示录第22章第16节安尼讲，伊讲我已经找我的天使，为了这个教会，对着恁证明这个事，我是大笔的拳头，佮是伊的后裔，我是光的启明星。对伫遐无军队伫假先知的教士，无耳孔上去听遐有诶无诶。这个信仰的人，坚持咧纯正信仰到伫落尾的人，耶稣有一个应允互因。耶稣讲：当恁若坚固恁的信心，那安尼，我的确要将启明星来互因。什么人会通用坚定的信心听候来仰望耶稣基督？什么人的心内就会通伫伊的心内面来看见这个启明星？什么人伫伊的信仰会通经过考验来得胜？那安尼到伫落尾，伊会通得到所应允的启明星。上到伫所有这假教师所讲这个虚言，就是无影这的话，预言所要讲的是上帝圣神所启示互人真实的话，上时是记载伫圣经中间。所以圣经中间关于基督的预言，袂通照着家己的意思来随便解说。先知的预言毋是出自人的意思，是互圣神所感动。先知伫圣神的启示下面，将上帝的心意、伊的旨意给写出来。所以这毋是人的思想，毋是人的观点，这是上帝的心意甲伊的旨意。圣经是上帝所默示，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分开甲伊分出来，就是上帝伊所构思的，上帝伊所计划的，上帝伊所成就的。上帝通过圣神的感动，默示所有这信徒，包括旧约的先知。包括新约的使徒来写这个预言。圣经虽讲有无共款的信徒用人的文字来写成，总是圣经真正的作家是圣神，圣神才是圣经真正的作家。这是安怎？圣经对咱来讲遮尔宝贵，因为你读圣经会当去互圣神甲你蒙着，因为你读圣经会当去经验着圣神。咱读圣经，毋是干那为着要了解摩西传的律法；咱读圣经，毋是干那要欣赏大卫所写的诗篇；咱读圣经，毋是干那要知影保罗有啥款的心理思想；咱读圣经，毋是干那要体会着彼得的信仰经验有啥物意义。咱读圣经是通过这个，咱要读着，咱要知影，咱要领会着圣神通过这个文字所启示上帝的心，所启示上帝的意思。咱读圣经，若无圣神所感动、所引带、所启示，那你实在是非常的无彩。因为若无圣神，圣经
只不过是文字，只不过是字句。只有圣神的光照，才会人的文字，才会通成做上帝活命话。但圣经的预言既然是对圣神的历史，那呢，咱要了解圣经，就爱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整体来了解，唔通支离破碎，敢若掠着一句话、两句话，然后伫个所在做断章取义的解说，来支持家己某每一种的思想，某每一种神学的观念，某每一种咱宗教的意见。思维解经，就是你咧读圣经的时阵，用你家己的意思，用世间的学问，用人的思想为则，来个人的观点来解说圣经，来解说属灵的代志。这款的解经，最后所得到的是人的思想，毋是上帝的意思。点彩通过这个，会通增加真侪关于圣经的知识，但是袂通增长你人生的生命。圣经既然是整体是圣神所密示。所以解说圣经、了解圣经解好的方法，就是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以经来解经，把握规本圣经原则来解说个别的经文，或这段经文甲迄段经文会通彼此来印证，用迄个较清楚、较明显的经文来解说你读起来较困难学伫了解这经文，然后互每一段经文甲规本的圣经会通彼此来呼应。当咱用这款的态度来读圣经。上帝话就真做养饲咱天顶的美鸟，会通互咱的人生的生命长大成实，也会通真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认真读圣经，正确的读圣经，伫圣神光照下面来读圣经，会通互咱愈较相信一项事：耶稣基督要搁再来，互咱搁较知影有一天，随望咱会离开这个地面上的布棚，总是当咱离开布棚时阵。毋是忧伤的时阵，毋是悲伤的时阵，因为咱毋是赤身裸体，是上帝要用各我的身躯做新衫，互咱穿。咱嘛毋是离开这个布棚的时阵，咱要归伫虚空，是咱要进入到伫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国度。宋朝有一个出名的大学者，伊的名叫做朱熹，伊写真侪册，真侪著作。当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学生问讲：“先生，你有要交代什么话无？”伊讲：“我交代两字：艰难，艰难，一生艰难。做学问无容易，做人实在是难。”我想这是一个大学者伊的经验。人生确实充满侪的艰难，咱信仰人生的生命成长也无容易。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有咱的艰难。咱的艰难在哪里？咱的艰难是在伫咱有一个身躯。常时因为咱的身躯是一个有罪的身躯，保罗先生讲这是罪身罪的身躯。虽望咱已经顶头生得着救，虽望咱的灵命已经开始活起来，总是抑搁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咱就悠然派一个罪身。这个罪身就敢若亲像布棚，经过时间的变换，已经对身变做旧。经过风吹雨拍，伊已经是侪一的破空，侪一的毛病。咱年纪愈大的时阵，咱就愈感觉这个布棚哩哩啦啦，有侪的毛病，有侪问题，摇摇欲坠。有人讲，规组害了了。早晚，咱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在内，咱拢会亲像使徒彼得安尼讲，感慨来讲，我离开这个地面上布棚的时间要到。若是人命浅薄的人离开布棚，是一件烦恼的代志、惊吓的代志、悲伤的代志，总是对着遐认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谈过伊救恩的滋味，捌看过伊的荣耀的人，像是咧仰望伊伫荣耀中间搁再来的人，离开地上布棚，毋是悲伤的代志，反倒当是一个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咱若脱离这个地面上暂时这个布棚，会通进入上帝为着咱备办天顶永久的厝体。咱若脱掉罪身这领衫，咱会通亲像上帝为着咱备办搁活的身躯的迄领衫。伫咱活在这个世间，死亡不断咧吞灭生命，总是伫上帝国度是生命咧吞灭死亡。
就是保罗先生讲的，迄个死到伫尾要互我所吞灭。咱若活伫罪身中间，咱就犹原继续活伫灾难济济的黑暗世界内底。咱通通过先知的预言，咱会通过上帝的话来看到迄个灯的光。通过读上帝的话，咱会通度过黑暗中的深暝。总是互咱更较欢喜的代志是，咱毋是要活伫绝望中间，咱毋是要活伫暗梦中间，咱毋是干那要活伫黑暗中间，咱是要活伫光明中间。保罗先生讲，暗暝渐渐要过，日是的确会来。伫黑暗甲日头交接的时阵，咱会通抬头来看天顶有一粒星，这粒星是启明星。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听各我的主对着咱所有信的人所讲应允的话，迄个坚持到伫落尾得胜的信徒，我要将启明星来赏赐予伊。希望咱在座你我，无论咱的年纪是大是幼，咱的年纪是几岁，咱拢有一款同款的信心。你甲我常常会通举起咱的头来看伫天顶这粒启明星。像是有一天，因为咱坚持咱的信仰，伫艰难的时阵，犹原坚持到底来得胜。咱毋也是要得救，兄弟姊妹爱得救。圣经毋是干讲你着得救。圣经甲你讲，恁着得胜，毋通干那得救，着爱得胜。伫恁的生命中间，爱得胜。得胜的人，主有一个应允，伊要将启明星赏赐互咱。兄弟姊妹，希望你看会到，伫你的心内；希望你得会到，伫你的未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的主耶稣基督，伫伊离开世间之前，捌对学生讲。我无要放杀恁，成做孤儿。我的确要来照顾恁。世间人袂通看到我，独独恁有信的人要看见我。有我的命令佮守伊的人，这个人就是听我。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佮要将本性显明互因看。但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较无阮的主来相近阮，阮较无。阮会通看见阮的主，阮欢喜遵探伊的命令，通过伊的教示彼此相听，来显明阮真实听伊。也通过安尼，阮会通照着应允，得到天父上帝对阮的听。阮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阮要通过读圣经你的话语，互阮的心灵愈较确信耶稣基督的应允是真实。毋也是伫黑暗中，阮会通看到一拍灯火。阮会通伫忍耐听候时阵，看到天光，启明星向阮渐渐显明。阿爸爸上帝，互阮无烦恼、无惊吓，阮有一天伫地面上的布棚会来拆毁，因为阮已经知，你为着阮备办天顶永远的徛家。互阮也过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也去徛伫即个布棚时阵，阮就有一款的信心甲愿望，阮就通每日欢欢喜喜过日子。每日感谢俄罗你，主啊，帮助阮，互阮伫阮的心内已经看到这粒启明星，奉耶稣的名祈祷。是可随前迈。